有特殊需求的学生，拢会申请助理员来陪伴。台南市教育产业工会指出，113学年度下学期申请特教助理员有706件，尚有205件，将近3成无通过。同款的学生伫顶学期会当申请297点钟、397点钟，即马全拢予教育局台调，总经费嘛对1600多万减少到1599万。我希望教育局能把这些特教的小朋友的时数还给我们。老师要安抚他的时候，也不像特教老师看到之后，有时候老师 PO 给我们那个照片，我也会很心疼。那我很希望说能够再往后恢复。有特教学生家长站出来，表示家己囡仔有自闭症，有了特教助理员进步真多，要搁开学进前，常常接到通知，申请的时数无核准，烦恼会出问题。工会嘛呼吁爱重新检视特教助理员的申请机制。和特殊学生得到协助，稳定教学品质。照顾好特教生，其实就是照顾好所有的学生。那政府或者是教育局在思考问题的时候，绝对不能只从经费来考量，应该从教育现场的需求来做考量。所以我们希望说，教育局可以加快它重新审核的速度，让学校有机会赶快在开学之初就可以去把特教助理员聘回来。教育局重新亡羊补牢，你要做政策调整可以，请跟我们相关的卫政、社政以及我们教学现场专业的辅导老师做一个沟通。收到学校也是家长的反映了后，我嘛是有搁请学校来做这个补件，若是有追加特殊教育需求者助理人员时数的需求，阮拢会随时来补足。教育局强调，绝对以保障特教学生的权益为优先，已经依照需求增加大约500万的特教助理员经费，同时陆续通知学校补件申请，有需要会当随时提出来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